台中市有民众指控讲，昨暗伫北屯区海天桥林行道底散步的时伊去踢到一支电火条，吊伤天11针哦。因为当地正在进行美化的改善工程，有民众就质疑讲市政府有疏失，也毋过建设局是否认，讲这是因施工的废料，嘛已经报案处理了。 陈小姐怪声今日记者会现场，伊出面控诉日暗伫台中市北屯区尚德公路一段的海天桥林行道散步的时，踢到一支乌白弹的路顶，现场无任何警示标志。造成伊正脚推倒受伤，天12针。走路走一走，路上突然来了一个那个路灯的那个杆子，而且我就撞到他，流血啊，缝了11针。当下我心里想说，万一如果是老人跟小孩，看要怎么办？ 登到事发地点，当地当咧做台中市府和客户花甲桥梁景观美化改善工程。工程单位23早起伫林行道抗塑夹笋，海边将受伤的路顶已经无看。台中市建设局表示，协助了后随到现场勘查，初步判定毋是建设局工程的路顶交通部指定料件，已经将路顶扫走，避免各有民众受伤，搁报警查办，赔偿责任归属。本局立即派员至现场勘查。 初步研判非属本局工程料件，为避免再有民众受伤，已立即将杆件移置，同时也报警查办，持续厘清来源及责任归属。这支野树的路顶，和市府刷到事发地点附近工区的路边，经过媒体翕了后，是由建设局工程包厢载走。台中市环保局表示，若确认这个物料是工程废弃物，行为人会当依废弃物清理法罚6000的罚金。公司新闻采访报道。